中共嘛是搁继续搅了咱台湾，国防部早起发布讲，侦查到中共的军机7个架次，中共的军舰5只，搁有1粒空飘气球经过台湾的北部，离基隆的西方57海里的所在。另外，陆军的机部第234旅伫屏东三军的联训基地展开旧历过年前上大规模的操演。放日元大。IDF 经过好战机枪场开始这场操演，旧历过年进前，国军上大联勇操演，而是伫咧屏东进行。日军的机动部队第234旅担任主战部队，出动各种的现役武器装备。阿帕奇直升机升空发射2.75寸的海神火箭弹，精准射到靶区，连炮也一直扫射，展现强大火力。国军充分发挥普隆时训练的成果。IDF 战机丢 BDU 训练弹，然后陆航直升机是打了30链炮跟2.75寸火箭炮。国军所排定的操演科目，地面部队也有自走炮、各式的迫炮，也有标准飞弹，模拟敌军登陆进行驱离的任务，搭配各种的机情。特殊目标，国军强调秉持备战无求战、应战无骗战的精神。操演国拄着好天气，请真侪军事迷来记录国军的风采。我觉得那个炮弹射击的声音，然后站在这里感受到那个震撼力很强烈。面对中共的挑战，国军继续强化部队的实力。24日宣布，侦测强机7台次，强舰5台次了台，有1粒空飘气球飞经过台湾北部的天顶。离基隆西边57海里，国军拢有严密的监控应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